4月第4個禮拜過關資訊。關稅衝擊下，全行業預定標準車輛直接斬半。美國整體進口量更加係暴跌，貨運量下跌嘅同時，多間船公司宣布停航、空班。以下係業內總結嘅船公司停航信息匯總。當地時間4月17日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，對華海事物流同造船301調查聽證會結果，美國將會對中國船隻收取費用，以振興本國造船業。具體措施如下。據業內消息，4月15日，美國海關啟動咗新嘅原產地核查系統，升級咗進口商品嘅原產地認定標準同審查流程，以嚴查相關商品通過第三國規避關稅嘅轉口貿易。具體嚟講，升級後嘅原產地核查系統要求進口商需提供以下資料，但該消息尚未得到美國官方嘅確認。Eclly 將會持續跟進後續消息。訂閱 Ec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